共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的破坏不断升级。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分享的短视频中，强行被中共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儿童进行着忘我的洗脑教育、同化教育。这些孩子撕心裂肺地在喊：“我想妈妈，想见妈妈。”这说明中共对东突厥斯坦的破坏仍在继续。2018年，国际刑警组织撤销了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人权活动人士多里坤·艾莎发出的长达20多年的红色通报，引发国际关注。多里坤·艾莎近日出版了名为《自由运动的中国陷阱：一个带着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的维吾尔人与中国霸权的博弈》的英文书，以亲身经历讲述了这些年来中国政府的长臂管辖是如何影响了他的人生，并披露了中国是如何渗透并利用国际组织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中共军方宣布，8月15日再次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了所谓的多兵种联合备战巡逻和实战演习，以抗议继美国国会众议院佩洛西访台之后，又一个美国参众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并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42个国家呼吁俄罗斯从扎波罗热核电站撤军，强调他们的存在对其安全运行构成威胁，并提醒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俄罗斯对核电站的控制危及核安全原则。第18次中亚欧盟外长会议将于11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声明，外交部欧洲事务负责人会见了欧盟驻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共同探讨了双方合作事宜。根据法新社指出，8月15日，缅甸军方加强了对原民族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的控制，并指定了特别法庭秘密审判了昂山素季。法庭以贪腐为由判决了昂山素季6年监禁。此前，昂山素季被军政府指控犯有4项腐败罪名，共判处11年监禁。